新竹市长高虹安昨宣布讲，因为新竹棒球场问题阁真多，所以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热身赛无要办咯。今仔早起嘛主动甲伫球场学到的石头电线顶证据送去新竹地检署。有民进党的新竹议员是认为讲，市政府嘛应该赶紧提出解决的方案，甲改善的时间表。新竹市府的官员透早就甲伫新竹棒球场内底学到的电线、甲石头等等的证据，送来新竹地检署，交予检方调查。主要是把我们先前收集到的一些实体的物证，还有包含像我们当时去棒球场有拍摄的一些全程的影片，来送交检调这边。那希望检调这边也尽快来厘清一下我们所有的棒球场的一些状况。针对棒球场争议，时代力量议员是要求高虹安团队应该要启动行政调查，而且提出改善计划、甲后续处理办法。国民党议员嘛讲，过去都捌接到民众真正的事件，是否无法有效的监工，无法有效的察觉厂商有如此严重的这个疏失啊，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尽快的来启动相关的行政程序的调查，并且公开调查的结果以及改善的方案啊。敲下来这一些 PC 块混凝土啊，它并没有完全的把它印出，而且留了绝大部分的这个混凝土块是在现场。那到最后，他把这些混凝土块来做地基的这个填在下面。那我的朋友就觉得很奇怪，应该一个正常的棒球场，应该它的土壤有它的这个施工的要求。高虹安既然身为市长，就应该要来解决问题。如果在验收前发现有任何的工程瑕疵，应该要本着契约的精神跟内容，尽速的要求厂商来改善。新竹地检署表示，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会继续收集相关证据进行调查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